各位乡亲大家好，现来介绍认识五毒瘤。我是千峰君。分4段。第一段讲五毒瘤的生长背景，第二段讲五毒瘤佢的作品样板发表的过程，第三段现来介绍五毒瘤佢的作品内容最后做结束。向进五毒瘤佢本名伍健天，1966年出生在新埔的大马埔，也下安到基埔。佢1976年过身，76岁。佢读日本时代中读府文艺学校4年，1920年毕业以后，佢从事公学校教书，因为佢发表教育批评。语言激烈，文言有法出讲，得罪总管，年年就变到了偏向的提起教书。1942年，佢离开以后，就到当时所谓的祖国担任南京大陆新报记者一年。当然，改编是汪精卫佢的政权背后，还是日本人操作。战后主要任职机器工业通会工会专员，1965年退休。佢在1937年开始创作现代小说。佢最著名的有长篇小说《父子命》，后来改名也写的故意。韩国长篇小说《无法国台湾链桥》，短篇小说《波斯坦口中》。佢还在1964年判台湾文艺，之后判台湾文学奖、五毒瘤文学奖。佢的第一届写出所谓故意的台湾人形象，安样的精神形象非常的深刻明了。佢也是第一届写下200做背景的小说，然后自己利用办散的集团样板取台湾人当恶的真面目。韩国佢还有判插曲，还有文学奖，对台湾作家的团结推动台湾意识也是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啦，佢对台湾文化贡献动情动人哦。佢还是台湾文学最重要的作家。过身以后有铁血信义的好名声。